收，多好收？差多少收啊？你凭啷个要收啊？随便摆是不是啊？啊，不是随便摆耶！兄弟，抓紧走，抓紧走哦！没得弄好的事，走，哪个来弄好装哦？没得弄好事，不要装。快点，多好装？不准随便摆，不准随便。多好边去走，不在边去走，不在边去走哦，不在边去走。过来，快！那个地方不能够摆，懂了没得？哎，今天呢就算原谅你，好不好？那红包儿当你今天卖菜的钱，好不好？好，记到。哎，感谢你。待会儿我下来把菜还给你，好。对哦。以后不能摆了，听没得？哎，哪个人家乱摆了，卖得到的呀？是不是？我不晓得，我没得文化的，我是小毛头的，我想随便哪个都可以七了摆。八十了，你真的是点儿都不懂事，是不是？啊，眼睛那个配比我7了80了，我本来但是我又说错了。是啊，我是7了80噻，我就不懂。今天就是给姐姐要的不？要得呀，要得就跟我走了，手机。要得，我手机走把哦。菜给我们背起走。要得。